食安的議題來關心，這永豐餘生機公司咧賣烤地油，互人去驗到這苯便比是超過標準的，所以嘉義縣衛生局接到這食藥署的通知，講這批烤地油是對嘉義縣的大港的工廠來的，就須啟動食安應變機制，要來追查這產品的流向。同時呢，包括這庫存150公斤的油，嘛愛抽驗檢查。嘉義縣衛生局配合食藥署人員到工廠稽查，要來了解永豐餘日前檢驗出來苯便比超標烤地油原料的狀況，甲產品的流向。29日接獲食藥署通知，永豐餘公司呢，自主驗出這個苯評比超標一案哈。那經了解呢，是嘉義縣的代工工廠去做一個協助。那我們當天即配合食藥署呢，就是當地去進行查核。衛生局指出，永豐餘公司自主上驗，發現苯便比超過標準的這批烤地油，是為嘉義縣的大工廠來生產。這批製成的量計共2052公斤，分裝總每一桶18公斤，已經全部運到分靈館去打簡單的標籤。那經了解的結果呢，業者是代理威嘉公司的一個油品代工，那所有的原料也由威嘉公司進行提供哈。產出的油品總共2052公斤呢，全數也運送到雲林縣的雅思嘉公司。目前這大工廠內還有庫存因家己品牌的油，計共150公斤。為了要確定食品安全的狀況，食藥署嘛抽驗因庫存的產品，嘛要求業者佇檢驗結果出來之前，愛負擔保管的責任。相關產品袂當進入市場，目前業者嘛自主性暫停生產，刷落來按照檢驗的結果來做處置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